物流業喺全球聯通性同埋經濟發展中有重要嘅地位，亦都喺全球互聯互通入邊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大家好，我係 Justin， 而家喺香港科技大學讀緊書，亦都好開心有機會喺 DHL 入邊完成2個幾月嘅實習。喺實習期間，我主要負責3個關鍵系統。第一個系統係管理飛行嘅貨運規劃，提供詳細資訊，例如尺寸、目的地或者託運人嘅特別要求等等。而第二個系統係一個連結全球各部門嘅綜合平台。我經常喺呢個平台將貨物嘅飛行計劃進行整合。而最後第3個系統係追蹤貨物嘅卡車運輸詳情，同埋驗證倉庫有冇收到準確嘅供貨計劃。喺實習期間，我有遇過一啲挑戰同埋突發嘅情況需要迅速處理。例如有一次有一件大型嘅緊急貨物需要喺2日入邊發貨，但係貨運站內嘅代運貨物已經佔據咗所有可用嘅空間，所以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我主動直接聯絡航空公司去爭取額外嘅運力。與此同時，我第一時間重新編製咗貨運安排，優先處理緊急貨物嘅運送同埋應付交貨要求，並且確保所有貨物都可以準時到達目的地。而利用呢種積極主動嘅態度同埋快速決策嘅行動力，令我成功解決咗困難。喺實習期間，我得到咗導師、經理同埋同事嘅細心指導，我亦都通過不斷嘅嘗試同埋反覆練習，磨練到新嘅技能同埋學習咗好多知識。喺未來，物流業將受惠於採用潔淨能源同埋先進嘅系統，並且運用即時嘅資料分析同埋人工智能，邁向自動化嘅新世代。喺環境保護嘅角度嚟講 ，DHL 一直致力於減少碳排放，而我嘅工作正係優化運輸嘅流程，以減少燃料消耗，提升運輸效率。DHL 會為實習生提供豐富嘅培訓機會，而每個實習生都會有專門嘅負責人進行工作指導。而通過實習，我都獲得咗寶貴嘅經驗同埋認可。對於想入行嘅學生，我嘅建議係專注自己嘅專業同埋不斷提升自己，保持好奇心，擁抱新技術，尋找自己嘅良師益友，同埋享受喺每一次工作經驗中學習嘅機會。DHL 擁有充滿活力嘅工作氛圍，相互支持嘅同事團隊，創造咗一個充滿機會嘅工作環境，幫助年輕嘅新人可以快速成長，發揮所長。呢個行業充滿活力，提供廣泛嘅成長同埋創新機會。只要保持適應力同埋前瞻性，擁抱變化，就可以喺呢個不斷變遷嘅物流業入邊開拓屬於自己嘅事業。